2019年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落幕，影后由《争宠》女主角奥利威亚·科尔曼拿下，影帝则颁给《波西米亚狂想曲》男主角雷米·马利克，最佳影片为《幸福绿皮书》。以下为完整得奖名单：最佳影片《幸福绿皮书》（Green Book），最佳导演艾方索·科朗 （Alfonso Cuarón），斜线罗马 （Roma），最佳男主角雷米·马利克 （Rami Malek），斜线波西米亚狂想曲 （Bohemian Rhapsody），最佳女主角奥利威亚·科尔曼 （Olivia Colman），斜线争宠 （The Favorite），最佳男配角马赫夏拉·阿里 （Mahershala Ali），斜线幸福绿皮书 （Green Book），最佳女配角蕾吉娜·金恩 （Regina King），斜线蓝色比尔街的沉默 （If Beale Street Could Talk），最佳外语片罗马 （Roma），最佳动画片蜘蛛人：新宇宙 （Spider-Man Into the Spider-Verse），最佳纪录片是手登峰 （Free Solo），最佳妆发为富不仁 （Vice），最佳服装设计黑豹 （Black Panther），最佳艺术指导黑豹 （Black Panther），最佳摄影罗马 （Roma），最佳音效剪辑波西米亚狂想曲 （Bohemian Rhapsody），最佳混音波西米亚狂想曲 （Bohemian Rhapsody），最佳剪辑波西米亚狂想曲 （Bohemian Rhapsody），最佳动画短片包子 （Bao），最佳纪录短片月式革命 （Period）。End of Sentence， 最佳视觉效果登月先锋 （First Man），最佳实景短片肤色 （Skin），最佳原著剧本幸福绿皮书 （Green Book），最佳改编剧本黑色党徒 （Black KK Klansman），最佳原创配乐黑豹 （Black Panther），最佳原创歌曲一个巨星的诞生 （A Star Is Born），歌前代 （Shallow），中央社。